你有冇試過明明成日忙到身水身汗，個身攰到好似散晒，心裏面只想快啲捱落床，好好瞓返一覺，但一熄燈，雙眼反而精神過朝早，左邊轉唔舒服，右邊轉個腰又攰，張鼻明明唔厚，個心口就好似焗住一團火，間房靜到連牆上面個鐘行一步都聽得見，偏偏個腦入面就嘈到好似開緊街市。今日仔女講過邊句話？聽日有幾多錢要使？邊個親戚最近身體唔舒服？自己個膝頭又隱隱作痛，甚至幾十年前受過嘅委屈，日頭忙起嚟明明冇諗過，去到夜深人靜，居然一件一件排住隊走返出嚟。最折磨人嘅唔一定係成晚完全冇瞓過，最折磨人嘅係你明明啱啱瞓着，凌晨1、2點又醒，好不容易再瞓返3、4點又醒，每一次醒咗就要望住天花板等到窗簾條罅慢慢透白，先至迷迷糊糊合得埋雙眼。點知未瞓幾耐，樓下已經有人開門，雀仔開始叫天有光，成個人好似成晚搬過磚咁，個頭重，雙眼接，心裏面仲有一陣講唔出嘅煩。後生嗰陣偶爾少瞓一晚，第二日飲杯咖啡頂一頂都仲過得到，但人過咗50歲、60歲，長期瞓唔好，個分別真係好大。記性差咗，脾氣燥咗，行2步都冇心機。朝早起身口乾口苦，個心翳住。明明屋企人冇得罪你，講多2句你就忍唔住發火。發完火之後，自己又後悔，心諗我以前都唔係咁，點解而家成個人變晒？我同你講，呢個時候唔好淨係怪自己年紀大，亦唔好一開口就話自己個腦有問題。好多失眠，表面睇係個腦唔肯停，實際上係你個心一直冇真正安靜過。照中醫嘅講法，心藏神，呢個神唔係神神怪怪嗰個神，而係一個人嘅精神、意識、情緒同睡眠狀態。個心安，個神先有地方落腳；個心煩，個神就好似一個冇屋企返嘅人，夜晚四圍飄，點會瞓得穩？《黃帝內經》講睡眠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：日頭陽氣向外，人要活動做事應付生活；夜晚陽氣就要慢慢收返入去，陰氣接得住，人先會靜落嚟，慢慢進入睡眠。呢個道理就好似太陽落山一樣，天一黑，雀仔要歸巢，街鋪要落閘，屋企要熄燈，人亦都應該慢慢收心。但而家好多人身體已經捱落床，個心仲喺出面跑，手機未放低，短片一條接一條，群組入面有一句說話睇唔順眼，又反覆諗人哋係咪針對自己。臨瞓之前仲飲一大杯濃茶，或者食得太飽，搞到脾胃仲喺度忙。你個身體明明想收工，你就不斷俾任務佢做，叫佢點樣靜。有啲人仲會話我夜晚瞓唔着，係因為日頭唔夠攰，於是拼命做運動，做到腰酸骨痛。結果個身體攰咗，個心反而更加燥，一捱落床，心口卜卜跳，個腦仲清醒過之前。又有啲人聽人講邊樣補品好就去食邊樣，覺得瞓唔着一定係虛，一虛就要補。今日燉人參，聽日飲濃湯，後日又買一大堆所謂養生粉，食到成身熱，口腔生痱滋，大便又唔順，夜晚更加眼光光。問題就出喺呢度，失眠唔係一把鎖，唔可能用同一條鎖匙開晒所有人。有人係心煩燥熱，有人係氣血不足，有人係脾胃唔和，有人係身體有痛，有人係夜尿頻密，有人係情緒低落，亦有人根本係心裏面太多牽掛。你唔分清楚自己屬於邊一種，亂食過食，以為食得愈補就愈好，最後可能唔止幫唔到自己，仲會火上加油。我以前認識一位街坊，大家叫佢陳耳。嗰陣佢63歲，退休之前喺酒樓做樓面，成世人手腳快，把口利落，屋企大大小小嘅事差唔多全部都係佢一手包辦。後生嗰陣
丈夫返夜班，兩個仔女又細，佢朝早送完仔女返學就要趕去開工，收工返到屋企煮飯、洗衫、執屋，晚晚都做到11、12點。嗰陣佢成日同人講：我唔使瞓咁多，挨落床5分鐘就瞓着，瞓4、5個鐘已經夠精神。人最容易忽略嘅就係身體肯幫你頂嗰陣，你會以為自己真係刀槍不入。你唔知道身體幫你頂住嘅每一晚，都好似暗中向將來借緊精神。借得少可能冇乜感覺，借得多總有一日要還。去到50幾歲，仔女大咗，生活照計應該輕鬆，陳怡反而開始瞓唔着。最初只係間中1、2晚，佢冇當一回事。後來慢慢變成每晚都要拖到凌晨1、2點先瞓得着，3、4點又醒。佢朝早落樓買餸，見到街坊仲會扮到若無其事，笑笑口話年紀大係咁噶啦，瞓少啲，唔使浪費時間。但我一望佢個樣就知唔係咁簡單。佢兩個眼肚黑黑地，嘴唇乾，講話快過平時，面上冇乜光澤。人哋講一句普通說話，佢都好容易當人哋有第二層意思。買菜個檔主遲咗少少找錢，佢都可以嬲足成朝。以前個女打電話返嚟，佢聽完仲會慢慢勸。後來個女講兩句，佢已經開始心急，聲音愈講愈大。收線之後，佢自己又坐喺度後悔，心諗個女已經夠煩，我點解仲要咁惡？有一次佢拎住一袋藥材嚟揾我，問我：陳師，人哋話呢啲補氣補血，我煲嚟飲，係咪會瞓得好啲？我望一望，裡面有幾樣都偏溫補。我就問佢：你夜晚瞓唔着嗰陣，係手腳凍定係心煩口乾，個身覺得熱？佢諗咗一陣，話個心好煩，成日想飲水，條脷又乾。有時明明天氣唔熱，我都覺得胸口焗住。仲有個腦停唔到，一閉埋眼就諗嘢。我再問夜晚有冇飲茶，佢即刻話有啊，我食完飯一定要沖一壺普洱。食完咁多嘢，飲茶先消滯嘛。咁手機呢？瞓唔着咪睇咯，睇到眼攰，自然會瞓噶啦。我聽完就同佢講：你而家好似屋裏面已經着咗火，仲不斷加柴。你唔係完全冇氣血，而係個神收唔返，個心又靜唔到。呢袋嘢未必幫到你，食得唔啱，仲可能令你更加煩躁。陳怡聽到我叫佢唔好亂補，個樣有啲唔服氣。佢話：咁我唔補，唔通淨係由得自己成晚眼光光？我話當然唔係，只不過你要明，瞓覺唔係靠打暈自己，亦都唔係靠將個身體塞滿補品。真正好嘅睡眠係個身肯放鬆，個心肯收返，個神自然有地方安頓。嗰日我冇第一時間叫佢食任何嘢，只係叫佢先做3件事。晚飯後唔好再飲濃茶，真係口痕想飲就飲少少溫水。臨瞓前1個鐘，將手機擺出房，唔好一邊話想瞓，一邊不斷用光同聲音刺激自己。仲有唔好9點幾就急住上床，明明完全冇睡意，仲要喺張床度翻來覆去，瞓唔着又逼自己瞓，個心只會越嚟越緊。等到真係開始眼接打喊路，先慢慢上床。佢聽完撇撇嘴話：就係咁簡單啊！我笑住話：簡單嘅嘢先至最難堅持。你試7日再同我講。頭3日陳怡真係唔習慣，平時食完飯就開茶壺，而家冇茶飲，成個人好似少咗樣嘢。手機擺出房之後，佢又成日想起身拎返入嚟。第一晚佢喺床上面反覆諗：萬一個女打電話嚟揾我點算啊？萬一有緊急消息點算啊？其實佢個女住得唔遠，屋企仲有丈夫喺度，但一個人習慣咗隨時捉住部手機，要放低嗰陣，個心真係會有一種空落落嘅感覺。去到第4晚，佢發覺自己雖然仲係會醒，但胸口冇以前咁焗，個心亦都冇咁急。以前一望時間，見到凌晨2點，佢就會驚，心諗聽日一定冇精神，愈驚就愈瞓唔着。而家佢學識唔睇鐘，醒咗就慢慢呼吸，
個身體反而冇咁繃緊。一個禮拜之後佢再嚟揾我，第一句話就係又俾你講中咗，原來我晚晚飲茶真係有影響。不過我都仲係瞓得淺，有冇啲溫和嘅食養方法可以幫個心定啲？我就同佢提到一樣老祖宗用咗好多年嘅材料，酸棗仁。酸棗仁呢個名好多人聽過，亦都有人將佢叫做天然安眠黃。但你聽我講清楚，佢唔係一食落肚就好似關燈咁即刻斷片，亦唔係食得越多瞓得越沉。傳統調理裏面，酸棗仁比較重視嘅係養心安神，幫助浮散嘅心神慢慢收返落嚟。特別係嗰啲夜晚心煩多夢、瞓得淺，醒咗之後難再入睡嘅人，經過適當判斷之後，用得啱，用得有分寸，可能會覺得個心冇咁燥，入睡冇以前咁辛苦。但陳姨一聽到安眠兩個字，眼都光晒，立即問我：咁我今晚買一大包返去煲，係咪可以一覺瞓到天光？我聽完就搖頭。我同佢講：你呢個心態就係好多人養生最容易錯嘅地方。見到一樣嘢好，就當佢係救命稻草。聽到人哋話有效，就恨不得一晚食10倍。真正養身體唔係鬥快，係識得順住身體嘅節奏，一點一點調返正。陳怡本來以為酸棗仁同紅棗差唔多，去雜貨鋪買一包返嚟煲水飲就得。我提醒佢唔好見個名有個棗字，就當佢係普通紅棗仁。酸棗仁係酸棗成熟果實裏面嘅種子，傳統上經過適當處理之後，先用嚟入藥或者做調理。買錯食錯，分量亂嚟，都未必有你想要嘅效果。佢就問：禁酸棗仁點解會同瞓覺扯上關係？呢樣嘢要由老祖宗點樣睇失眠講起。金匱要略裏面有一句好出名嘅話，叫做虛勞虛煩不得眠，酸棗仁湯主之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一個人長期勞心勞力，身體入面該養嘅嘢慢慢少咗，個心表面又靜唔落嚟，出現虛煩、心神不安、夜晚瞓唔着。古人會用以酸棗仁為主嘅方去調理。你留意，古人講嘅唔係所有失眠都淨係捉住酸棗仁嚟食，佢講得好清楚，係虛煩不得眠。咩叫虛煩？就好似一盞油燈，燈芯仲着住，但燈油已經唔夠，火苗一陣大一陣細，閃下閃下，點都穩定唔到。個人明明已經好攰，偏偏個心仲係煩，明明冇力，個腦又停唔低，坐喺度想靜一靜，胸口裏面就好似有啲嘢喐來喐去。呢種人通常唔係精神太好，而係身體冇足夠嘅陰血，將浮上嚟嘅心神收返落去。照傳統中醫嘅講法，酸棗仁主要同養心、益肝、安神有關。個肝藏血，個心藏神。血好似一張床，神就好似瞓喺張床上面嘅人。張床穩，個人先瞓得安。張床喐來喐去，或者根本冇地方落腳，個神自然周圍走。所以有啲人日頭做少少嘢就攰，夜晚反而多夢。瞓着咗，好似成晚都喺度做戲，少少聲音就醒，醒咗之後個腦即刻開機，有時仲會心悸煩躁，容易出汗。呢類情況經過專業人士辨清楚之後，酸棗仁可能會成為其中一種調理思路。不過我特登同陳姨講，酸棗仁唔係用嚟強行將你打暈，傳統上講嘅安神，係慢慢將個心神安頓返好，唔係一下子將個腦關機。更加唔好以為天然就可以無限量食，亦唔好自己亂配一大堆材料。陳怡聽到呢度反而有少少心急，佢話：你講咁多，即係食唔食得啫？我笑住同佢講：食養最怕淨係問食唔食得，卻唔問自己點解瞓唔着。你先講俾我聽，最近究竟有咩事掛住？我一問，佢原本仲話冇咩特別，傾多幾句，佢對眼慢慢紅咗。原來佢個女嗰排同丈夫鬧得好僵，晚晚打電話返嚟喊。
陳怡驚個女頭家散，又驚個外孫冇人照顧，但佢唔敢同丈夫講太多，怕丈夫嫌佢多事。日頭見到街坊，佢照樣笑笑口，夜晚一關燈，個女講過嘅每一句說話就喺個腦裏面不斷重播。佢以為自己係年紀大，所以瞓唔着，其實佢係將成家人嘅煩惱全部擺咗入自己個心度。我同佢講，你杯茶可以停，手機可以擺低，酸棗仁亦都可以喺合適指導下用，但你個心如果晚晚仲幫個女打仗，邊樣食材都冇可能代你放低。陳怡嘆咗一口氣，咁我做阿媽嘅點可能唔擔心？我話擔心係人情，待人受苦就係執念。你可以聽佢講，可以俾意見，可以喺佢真係需要嗰陣幫手，但兩公婆之間條路始終要由佢哋自己行。你晚晚唔瞓，唔會令佢哋少吵一句，只會令你自己身體越來越差。到最後個女除咗處理自己頭家，仲要擔心埋你，件事咪更加亂。呢句話陳怡聽得入耳。之後佢冇自己買一大包酸棗仁亂煲，而係先揾合資格嘅中醫師了解自己當時嘅情況。對方按佢嘅表現，用適當分量嘅酸棗仁配合其他調理方法，亦提醒佢唔好擅自加量，唔好覺得一晚未見明顯改變，第二晚就食多幾倍。我亦都叫佢每日臨瞓前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，拎一張紙寫低今日最擔心嘅3件事，寫完之後每件事後面加一句呢件事聽日再處理，唔係叫佢逃避，而係俾個腦一個交代。好多人成晚反覆諗同一件事，係因為個心驚自己會忘記，驚件事冇人理。你將佢寫低，個腦知道已經記錄咗，就冇必要成晚捉住唔放。第一晚陳怡依然醒咗2次，第二晚佢仲係做夢。去到第5、第6晚，佢發覺自己挨落床之後，唔再好似以前咁同睡眠搏鬥。以前佢會不斷同自己講，快啲瞓啦，再唔瞓聽日就慘。愈催自己個心就愈緊。而家佢只係慢慢呼吸，心裏面講一句，今日已經夠啦，聽日嘅事聽日先算。大約過咗2個星期，陳怡朝早喺街市見到我，隔住幾檔菜檔已經笑住行過嚟。佢話：飛哥，我而家唔敢話晚晚都一覺瞓到天光，但入睡快咗，半夜醒咗都冇以前咁驚。最緊要係第2朝起身，個頭冇咁重，個心冇咁燥。我同佢講，呢個先係正確方向。好睡眠唔係追求成晚完全唔喐，一個夢都冇，而係你醒咗之後，身體覺得有休息過，日頭有精神，情緒冇被拖垮。有啲街坊聽到陳怡用過酸棗仁，立即問佢點樣煲，落幾多，幾時飲。陳怡今次識答啦，佢話：我個方法未必啱你，你同我個體質唔同，唔好照抄。呢句說話好有分量。酸棗仁雖然有傳統食養同藥材應用，但天然唔等於可以無限量食，亦唔代表同所有藥物都冇衝突。特別係本身有長期病，正在服用真正助眠藥或者其他處方藥，懷孕準備做手術，又或者年紀大，身體比較弱嘅人，使用之前最好先問醫生、藥師或者合資格中醫師。食完之後，如果出現明顯唔舒服，亦唔好死頂住繼續食，更加唔好將酸棗仁當成自己停掉醫生處方藥嘅理由。助眠藥食咗一段時間，突然自己停藥或者亂減藥，有機會令失眠反彈，甚至出現其他不適，要調整一定要同開藥嘅醫生商量。長期失眠亦未必單純係心火或者思慮多。有啲人係因為痛症，有啲人係夜尿，有啲人係情緒長期困擾，有啲人瞓覺時會嚴重鼻鼾、呼吸唔順，亦有人係身體其他問題或者藥物影響，連續幾個星期都瞓唔好，日頭精神同生活明顯受影響，就應該認真求醫，唔好淨係靠食材撐住。你睇返陳怡就會明。
真正令佢慢慢瞓得飯嘅，唔係突然揾到一味神奇材料，而係幾樣嘢一齊改變。佢停咗夜晚濃茶，放低臨瞓前部手機，唔再食到個胃頂住先上床，按自己嘅情況做調理，同埋學識唔再將仔女所有煩惱背上身。孫祖仁只係幫佢開咗一道門，真正行入安眠嗰間房嘅，始終係佢自己。所以我成日講，所謂天然安眠王，個王字唔係叫你迷信佢有幾神，而係提醒你，好嘅調養通常唔靠猛，反而靠柔；唔靠一晚見效，反而靠每日少少。唔係強迫個身體熄機，而係將日頭散出去嘅心神一點一點收返嚟。但仲有一個問題，點解有啲人生活習慣改咗，食養亦都做咗，夜晚個心依然唔肯靜？點解人到晚年最容易喺夜深嗰陣翻出幾十年前嘅舊人舊事？因為真正燒住我哋嘅未必係身體裏面個團火，有時係一口放唔低嘅氣，一段未原諒嘅往事，同埋一個乜都想控制、乜都唔敢失去嘅心。人到咗某個年紀，夜晚最難放低嘅，往往唔係今日發生咗幾多事，而係心裏面仲壓住幾多舊事。日頭有嘢做，有人同你講話，有電視聲，有街市聲，有孫仔喺屋企跑來跑去，個心仲可以分散一下。到夜晚燈熄咗，四周靜晒，平時壓住唔敢諗，唔願面對，以為已經忘記嘅嘢，就會一件一件浮翻上嚟。有人諗起後生嗰陣受過嘅委屈，有人擔心仔女婚姻唔順，驚佢哋行錯路，有人望住銀行戶口，怕自己老咗之後錢唔夠使，亦都有人瞓喺老伴身邊，明明兩個人只隔住一隻手嘅距離，心裏面卻好似隔咗一座山。幾十年嘅說話冇講開，幾十年嘅氣冇放低，夜晚個身靜咗，個心自然就開始翻舊賬。所以有時你以為自己需要嘅係一碗安神湯、一粒助眠藥或者一味天然食材，其實你真正缺少嘅係俾自己一句說話：今日已經完咗，唔需要再審判多一次。易經講陰陽消長，日頭係陽，要做事、應對、承擔。夜晚屬陰，要收藏、休息、歸靜。人最怕嘅就係日頭做完嘅事，夜晚仲唔肯放手，已經過去嘅人仲要拉返入今晚，聽日先需要處理嘅問題，今晚就提前擔心，咁樣唔止個腦攰，成個人嘅氣都收唔返。道家講順其自然，唔係叫人乜都唔做，而係知道咩時候應該用力，咩時候應該收手。好似種田一樣，春天播種，夏天生長，秋天收成，冬天就要收藏。你唔可以一年四季都逼塊田出糧，塊田冇得休息，遲早會乾。人亦都一樣，你每日由朝忙到晚，幫仔女、幫老伴、幫親戚，外面每個人有事都揾你。到夜晚你仲要喺個腦裏面繼續開會，繼續分析，繼續擔心。身體點可能唔出聲提醒你？失眠好多時候就係身體同你講夠啦，你要停一停啦。佛家有個意思，煩惱好多時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個心捉住件事唔肯放。你以為不斷諗就可以控制結果，你以為成晚擔心就代表自己有責任心，但事實係你今晚少瞓3個鐘，聽日件事未必會變好。反而你個心亂咗，判斷差咗，脾氣大咗，仲可能同最親嘅人講出一啲傷人說話。真正有智慧嘅人唔係完全冇煩惱，而係識得將煩惱放喺適合嘅時間處理。日頭應該面對嘅就日頭面對，今晚冇答案嘅就俾佢留到聽日。唔係逃避，而係唔再用今晚嘅精神預知聽日嘅煩惱。陳義後來同我講，佢瞓得最好嗰幾晚，唔一定係食養做得最足嗰幾晚，反而係佢同個女講清楚之後，佢同個女講：你有需要，阿媽一定會聽你講，但你哋兩公婆點行落去，要由你自己決定。阿媽唔再晚晚替你驚，唔係唔愛你，
係相信你有能力處理自己嘅人生喎。講完呢番說話，陳儀心裏面好似鬆開咗一個結。以前佢覺得做阿媽就應該將仔女所有苦都背上身，後來佢先明白，真正愛一個人唔係將對方嘅功課搶過嚟做，而係陪住佢，等佢自己學識行路。嗰晚佢冇特別飲多啲安神湯，亦冇刻意逼自己瞓，佢只係關咗燈，慢慢呼吸，心裏面同自己講：我已經盡咗力，剩低嘅路由佢自己行。佢一覺瞓到朝早5點幾，醒咗之後，佢第一樣感受到嘅唔係驚喜，而係個心好靜。原來一個人真正放低嗰陣，身體係會知道嘅。所以你想瞓得好，有幾樣嘢真係要慢慢做翻啱。第一，唔好將今晚一定要瞓夠8個鐘變成另一種壓力。好多人一上床就計算時間，11點未瞓着就開始驚，12點仲醒住就更加緊張，不斷同自己講聽日慘啦，身體一定頂唔順。結果你唔係喺度休息，而係喺張床上考試。其實偶爾一晚瞓得差，身體通常有能力慢慢調整。你愈驚個神愈浮，你接受今晚未必完美，反而容易鬆落嚟。你唔需要成晚追住睡意跑，睡意呢樣嘢你愈追，佢有時愈走。你肯靜靜坐低，佢反而會慢慢返嚟。第二，臨瞓之前要俾自己一段收心時間，唔好啱啱同人吵完交，轉個身就逼自己瞓，亦唔好一路睇刺激嘅短片，睇到雙眼攰先關機。燈可以調暗少少，聲音放輕少少，沖個溫水涼或者用溫水浸一浸腳。重點唔係做咩神秘儀式，而係俾身體知道今日嘅活動開始結束。你每日固定做，身體慢慢就會認得呢個信號。就好似細路仔細個嗰陣，阿媽幫佢洗完面，換好睡衣，關細盞燈，佢就知道要瞓覺。人老咗，身體一樣需要一個安穩嘅次序。你今晚10點瞓，聽晚2點瞓，後晚又11點半飲濃茶，個身體永遠估唔到你幾時先肯收工，自然難建立穩定節奏。第三，夜晚唔好將脾胃塞得太滿。中醫有個講法，胃不和則臥不安。夜晚食得太油、太辣、太飽，或者臨瞓前食一大堆甜嘢，個胃仲喺度消化，個人自然難靜。有啲人晚飯已經食得好飽，10點幾又食糖水、花生、餅乾，食完個胃頂住，躺低之後反酸口渴，仲怪自己點解瞓唔着。晚飯盡量清淡啲，唔好拖到太夜。真係有少少肚餓，亦唔需要硬忍，但分量要輕，唔好將宵夜食成第2餐晚飯。至於酸棗仁，記住佢係食養同傳統調理裏面嘅一個選擇，唔係比賽。唔好見人哋話有效就自己不斷加分量，更加唔好將網絡上一個配方當成人人通用。體質唔同，用法自然有分別。第四，將你個腦裏面嘅事寫低，臨瞓前拎張紙寫低聽日最重要嘅2、3件事。寫完之後合埋本簿，告訴自己已經記住咗，聽日再處理。有啲擔心唔係今晚可以解決。仔女嘅婚姻、身體檢查嘅結果、工作上嘅變化，唔會因為你成晚反覆諗就提早有答案。你要學識將問題擺返去屬於佢嘅時間。今晚屬於休息，聽日先屬於處理。時間一亂，個心就亂；時間有序，個神先有地方安。第五，長期瞓唔好死撐，更加唔好覺得求醫就代表自己冇用。如果你連續幾個星期都難入睡，經常半夜醒，日頭精神明顯受影響，又或者伴隨嚴重鼻鼾、睡覺時透唔到氣、胸口唔舒服、情緒長期低落，就要認真揾醫生了解原因。瞓覺唔止係意志問題，有時身體真係有其他情況需要處理。越早面對越容易揾到方向。食養可以幫你調整生活，但唔應該遮住真正需要處理嘅問題。識得求助，
唔係軟弱，係對自己身體負責任。你聽到呢度可能會問，孫祖仁到底算唔算天然安眠王？我會話佢有佢嘅價值，對適合嘅人用得啱有分寸，佢可以成為養心安神嘅一份幫助。但真正令一個人瞓得安穩嘅，從來唔只係一味食材，茶要停得合時，手機要放得落，晚飯要食得有分寸，心裏面唔屬於自己嘅重擔，亦都要慢慢還返俾人。所謂心火降，唔係將個人變到乜情緒都冇，而係你終於明白，唔係每一件事都要今晚解決，唔係每一個人都要由你拯救，唔係每一段過去都值得你反覆受苦。有人一生都好勤力，屋企每個人嘅事都管，親戚朋友有困難，第一時間就撲出去幫，大家都讚佢有情有義。但去到夜晚，真正承受嗰份重量嘅係佢自己。你要明白，善良要有邊界，責任亦都要有分寸。冇邊界嘅善良會慢慢變成耗損，冇分寸嘅責任會變成心裏面一團永遠熄唔到嘅火。你可以關心仔女，但唔需要代佢哋過人生。你可以懷念過去，但唔需要晚晚返去受多一次傷。你可以為聽日做準備，但唔需要今晚就將聽日所有最壞結果全部喺個腦裏面演一次。人識得收心，夜先會靜，心有地方安，神先會歸位。個神安落嚟，睡意自然會好似夜裏面嘅潮水，一點一點返到你身邊。真正嘅一覺瞓到天光，未必係成晚一個夢都冇，亦未必係8個鐘完全唔醒。真正嘅好眠係你夜晚唔再同自己打仗，半夜偶爾醒咗，個心都唔慌，朝早起身覺得身體有休息過，個腦清啲，講話溫和啲，對身邊人亦都有多一份耐性。孫祖仁可以幫你養一養心神，但最重要嗰味安眠藥，始終係你自己肯唔肯放低。放低今日做唔完嘅事，放低別人應該自己承擔嘅功課，放低一句已經過去好多年，但你仲不斷喺心裏面重播嘅說話。夜晚唔係用嚟審問自己，亦唔係用嚟同命運算賬。夜晚係俾你收返散咗一日嘅精神，修補攰咗一日嘅身體。你肯還返呢段安靜俾自己，先至係對生命真正嘅珍惜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個心有少少提醒，又或者你身邊有一個人晚晚瞓唔着，成日將成家人嘅煩惱背上身，咁就將呢段說話轉發俾佢。你一個分享未必即刻幫佢解決所有問題，但可能會提醒佢今晚唔需要再獨自撐住。亦都請你幫忙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讓老祖宗留下嚟嘅養生智慧同處世道理可以繼續傳落去。你可以喺留言區留低心安好眠4個字，當係俾今晚嘅自己一份祝福，亦都為所有長期受失眠困擾嘅人送出一份善念。你一個小小留言就好似夜裏面點起一盞溫柔嘅燈，俾同樣瞓唔着、同樣心裏面有重擔嘅人知道，原來自己唔係孤單一個。願你放得低白日嘅紛擾，收得返散亂嘅心神。願你今晚個心清涼，個身放鬆，唔再同自己較勁，唔再替聽日擔心。願你心安神定夢兆，一覺安穩瞓到天光。